来乡亲气象局讲，今年入冬第一波的寒流，这礼拜六会到位，甚至无排除会降到10度以下。讲这款的寒冷的天气，恐惊会一路一直到过年。讲这个雪山已经落雪，不少的民众冲到武岭要来看雪，人一个多，乱七八糟的代志嘛多，像讲。乌白讲结本数，像讲有人找无停车位，凊彩停车造成塞车，还阁有大目新娘看无经过标示，爬起伫边坡翕相，真危险。一透早，武岭的停车场规个拢是要来单势民众，有人找无车位，开始乌白停车。不好意思，这边是东八停车位，绝对不能停。不好意思。警方要求乌白停车的人随离开，有的人较幸运找到车位，毋过也未落雪，因为无代志做到四界翕相。有人为着找好的角度，无咧关边的警告，直接爬起哩，阁有人走去等咧施工的武岭亭。是游客爬上去，我们呼吁各位游客，目前武岭亭还是管制的区域。若人车乱上，武岭停车场边的山坡嘛红炭本数，四界拢是塑胶落啊、罐啊、脆暗。低头一看就是满地的垃圾，对，就觉得有点不是很好。警方讲，因为最近降温，真侪民众去武岭等雪，不过呼吁千万唔通违规和破坏环境。另外，因为今年真侪山难事件，铁路局管理处要求山友伫当季要被合欢山军方爱签切结书。谢绝书就是也是请他们提醒他们安全啊，就是这个危险，这个要负责了。台管处讲，山友爱天行程装备，佮有雪柜登山经历和体能，嘛要避免山友无咧管天气的状况就去登山。若是有签这个书了后，佮违反规定，未来一年内会封禁止入园。